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13号。这一期咱们谈一谈经济问题。我们总说咱们的内需不振，内需不振反映的就是经济的总需求不足。那关于中国经济总需求不足的真正原因，或者叫深层次原因是什么？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就是周天勇教授他写的，他谈到了中国经济总需求不足的深层原因。我们一起看一看，他认为导致咱们需求不足的原因是什么？他说，近年来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较为复杂。从总需求角度和总供给的增长动能变化看，既有历史人口管制造成少子化和传统发展模式惯性等综合性内因，也有世界贸易保护主义兴起、俄乌战争和中东冲突以及东西方价值之争等外部因素。第一个他说是计划生育对需求的滞后收缩效应。2012年到2023年前20年计划生育减少的人口，给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从需求方面形成了平均负的 1.72个百分点增长压力。从人口的变化需求方面，如果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年平均 GDP 增长率不是 6.26%， 而是 8%。20世纪80年代实行城镇和农村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和1个半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后20年造成了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的收缩。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这个是伟人在1958年谈到中国发展时提出6亿人口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说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根据周天勇教授的说法说这个伟人始终没有在呈报设立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建议报告上签字。人口生育管制的造成的损失与资本要素减少不同的是，前者在20年内不可再生，后者可以通过次年加大投资数量进行弥补甚至超越。用2008年到2023年数据进行计算，他说与中国发展水平相同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规模较大的国家，其标准人口自然增长率年平均为 1.47%， 中国扭曲值年平均为 1.05%， 计划生育年平均体质差值为 0.42%， 此差值累计减少20到36岁人口8347万，居民可支配收入、消费需求和 GDP 增长率当年动态平均损失分别是19184亿和 0.21%， 累积性动态年平均损失则分别是1873亿元、13191亿元和 1.34%。 第二个叫高积累低消费发展模式的惯性投资与消费需求方面，高积累和低消费的发展模式对经济需求和经济增长形成滞后和惯性的负面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工业化。共和国建国初期清醒地指出，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的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和投资比例，更多的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它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比例要加重一点。从投资加消费比例观察，除1962到1965年4年平均为 30% 外，其他年份平均竟高达 70%， 消费所占的比例。改革开放前20年1980年到1991年阶段，投资比例降低到了 35%， 消费占 65%， 积累与消费的比例进入理想状态。进入1992年到1999年重化工业阶段后，投资比例提高到 43%， 但消费占比还有 57%， 结构还算比较合理。说然而21世纪中国进入进一步完成工业化、房地产兴起、基础设施大基建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时代。2001年至2011年间，投资比例又提高到 54%。 实际上中国经济发展到2010年时，原材料和装备工业化已基本结束，住宅、城市和基础设施建设也到了中后期，但还是要犹如高积累低消费发展模式的惯性推动。2012年到2023年
年，投资的年平均比例仍然在53%高位水平上，只不过过度投资建设的内容从20世纪后50年代的重工业变成了20世纪第2个10年以来过度的住宅、商业楼宇、室内其他公共建筑和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实际上53%的这种高比例的投资更多的是形成了无效投资，就是咱们老说的在大山里面凿洞修各种宏伟的工程大桥，这个是很宏伟也很壮观，但是从经济学角度考虑得不偿失，你还不赚钱，完了你每年还得维护。农村土地只能由地方政府出让，而禁止集体擅自直接交易，并禁止多渠道竞争性建设城镇住宅和其他楼宇。土地行政垄断出让和房地产公司一条渠道开发建设，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收入和高房价转移城乡居民收入，使经济发展步入21世纪后的20多年仍然以高积累和低消费模式挺进。当工业化阶段形成的生产力遇到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过剩的问题，禁止农民土地交易和城镇住宅高房价，使居民年均分别损失2541亿元和2895亿元消费能力，导致消费品需求不足，给这一时期经济增长造成了年平均0.65个百分点的损失。他都已经算到了小数点后2位。2015年到2024年，民间投资收缩，从需求方面造成了年均负的1.55个百分点 GDP 增长压力。民营企业生产的市场在出口方面一般是中间制成品和最终消费品生产，在国内主要是大企业配套组件和居民消费品制造，因此国内消费市场需求不足和国际出口占 GDP 比例相对下降。最直接的影响是民间投资的去处。2013到2015、2016到2019、2020到2024年间，民间投资年均增长率分别是 14.9%、5.4% 和负的 2.04%。民间投资占总投资 GDP 的比例从2015年的 66.9% 和 33.8% 下降到2024年的 49.2% 和 18.8%。第三个说是贸易保护使出口和 FDI 收缩。从对外开放方面需求变化看，国际直接投资和货物出口额占 GDP 比例下降，造成了外汇占款人民币投放相对减少，国内生产能力的外需在相对收缩，加之国内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疲弱，民营企业投资意愿有所下降，加大了经济不景气和增长速度放缓的压力。2000年至2007年加入 WTO 预热准备和正式加入，使货物出口额占 GDP 比例从 22.78% 提高到 42.67%， 贡献了 GDP 年平均 3.32个百分点的增长率。而到2024年，货物出口占 GDP 比例下降到 18.9%。2008年到2024年，出口占 GDP 比例逐年下降，给经济增长造成年平均负的 1.68个百分点的压力。第四个方面，体制改革动能的边际递减。从1978年到2010年和2011年到2023年2个阶段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比较看，说城乡人口流动放开，农业就业向城乡转移和城镇企业合同用工、绩效工资等体制改革贡献的年平均增长率从 3.56% 变为 1.4%。第二个，资本从国有非竞争领域向非国有竞争领域转移，配置在不同领域比率变化和资本整体生产效率提高，贡献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从 1.24% 变化为负的 0.84%。第三个是科研激励和技术市场化改革，员工工作智能技能的提高，技术产品化，新技术产品产业化，贡献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从 1.04% 变为负的 1.04%。从土地和住宅市场化改革资产溢值对经济增长贡献看，2000年到2010年和2011年到2023年2个阶段中，增长率从 1.61% 变化为 2.65%。需要说明的是，一是如果没有2000年以来土地有偿出让和城镇房屋商品化改革贡献的经济增长，2000年到2023年经济率平均可能要低2个百分点。二是这种行政垄断式的土地出让和住宅房地产公司一条渠道建设和供给体制，其贡献的经济增长速度容易大起大落和不可持续。三是2019年到2024年间
现，除2021年土地房屋一直高增长的一年，其余5年其贡献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已经下降到 0.55%。四是从未来看，传统的住宅、商业楼宇和产业园区土地和房屋供给饱和过剩，资产价格走势低迷。如果不能继续解除城乡土地和农村住宅体制性金融压抑，土地房屋资产化一直可贡献的经济增长动力已经枯竭。周天勇教授的意思就是，农村的宅基地，对吧？农村的这些土地不能禁止它流动，这叫体制性金融压抑，导致农民的房子、土地本来它可以溢价的，现在都没有了溢价，这导致经济增长的动力人为的枯竭。但是周天勇教授也说前景光明。怎么叫前景光明？说咱们的增长的潜能还在，推进改革前景光明。他这么说的啊。他说，然而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和改革动能还在。一是虽然生产能力的工业化阶段接近尾声，但中国城乡居民生活需要和分享的工业化才到中后期，特别农村常住居民生活需要方面，工业化才到中期，城镇常住流动居民也才到中偏后期。国内有着对业已形成的工业化生产能力，有着巨大的居民生活需要潜力。二是只要改革户籍等体制，加快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改革城乡土地体制，将房屋和土地变成他们的资产和财富，放开劳动与土地结合，鼓励以地注册、实物入股、抵押融资、扩大投资，增加农民收入，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放弃政府以广为主和政府亲自下场发展经济的思维决定是以放活为主。这个我们又想起那个一句话，解决问题的就是制造问题。所以作为政府，你做好服务就行了，搞好营商环境，就政府不要亲自下场制定这个计划那个计划，搞那个园区，这个叫思维定势，以放活为主，就是政府要知道哪些自己不要管，由他自己去发展。你看政府有为的着力点全力放在搞好营商环境，鼓励创业，发展个体商户和中小微企业，促进就业，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加大民生保障和支出方面推进改革。在未来的10年中，居民收入倍增和富裕人民，释放巨额有效需求，中国经济发展没有过不去的坎儿。这是周天勇教授他认为，通过改革开放，通过放权、减政、促就业、发展中小微企业，未来还是很光明。关于这个土地的计划体制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损失，周天勇教授他又进一步分析，目前的僵化的土地管理制度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土地要素管理越来越计划化和行政化。他说1978年以来，其他生产要素基本上都市场化配置了，只有土地要素却形成全世界最严格的用地计划分配和管理体制。商品化和市场化配置方向的生产要素体制改革，在行政管理方面撤销了劳动部和财政部国有企业流动及基本建设资金管理司。技术要素配置本来就没有部级管理部门，如是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技术要素从计划行政分配被市场化配置了。人口生育方面，最后也不得不撤销生育计划行政管理部门。他说，但是土地作为市场经济中一个最基本的要素，不但没有向市场化配置方向改革，反而从土地要素行政管理副部级机构变成了部一级土地要素计划配置和行政管理部门。如是制定每年用地分配计划，建设用地要占补根平衡，还有河村并居占补平衡。农村集体土地只能地方政府征收，行政垄断出让，土地出让金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城乡土地禁止集体和城市用地者擅自交易，拆除违建一刀切，层层加码，行行扩大，未经严密监测，未建设批出问责，合并规划管理后细致到设计都要管等，这些形成其重要的计划和行政管理内容的任务。获得用地开工建设、竣工验收、交付过程，加上行政建设管理审批有10几到几十页，程序多，时间长，效率低。闲置土地在那10几年和几十年得不到盘活利用，城镇产业园区土地和楼宇闲置率、农村宅基地控制率已达到了50%左右，还是由于土地计划和行政部门管理的无法由市场盘活。不要说市场调节配置土地要素，目前
土地计划行政管理，小到农民、城镇劳动者、个体商户、中小企业等就业和创业需要土地要素结合，大到各地的经济发展需要建设用地，因最严格的计划管理已经到了寸步难行的地步，这怎么刺激和发展经济呢？他说，从中国1978年后成功的经验是，改革掉轻工部、化工部、一机部、煤炭部、外贸部等穿衣服不要布票了，日用品定量供应取消了，成为规模第一大的耐用消费品生产国，煤炭生产供大于求，汽车农机大发展，出口快速扩大。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超常规发展，实际上是因撤销各产业和要素计划和行政管理部获得的。把这些婆婆都搬掉了，把这些解决问题同时又是制造问题的这些部门给它撤掉，它就发展了。你看，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改革开放到现在，其他的要素都是在越搞越活，越搞越市场化，都是在放开，唯有土地越来越集中，管得越来越死。这是为什么？其实比较简单，一个是咱们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这个对错不好说。有过记忆的，尤其是70年代以前生的人，他们对饥饿有记忆，说明他们希望农业安全、粮食安全，饭碗要端在自己手上，所以他们搞出个18亿亩耕地红线。这18亿亩耕地估算一下，正好够14亿人把肚子填补。这个还不能算牛奶、鸡蛋、肉这些副食品，或者是只能算粮食。也就是18亿亩耕地红线可以保证大家把肚子给它稍微填饱，但是你想吃好那不行，就这么来的。把土地供应集中到某个部门手上，这样是为什么呢？一是保18亿亩的耕地红线，另外一个就是为了卖地挤牙膏。以北京为例，北京5环到6环之间大片的空地，如果要盖房子能盖多少？周庭勇教授他举例说明，他说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可支配收入、总财产净收入看，就从这两个指标看，1998年到2023年分别从143元和595亿元上升到5392元和5万0290亿元，而农村居民则分别从30元和249亿元只上升到540元和2576亿元。从城镇人均财产性可支配收入和总财产性收入分别是相称的10倍和19.5倍，你看这个差距有多大。四是从这个住宅财富拥有差距看，2023年城镇户籍居民、农村户籍在城镇常住人口和农村常住人口各自拥有的住宅资产分别是55.2万元每人、11.37万元每人和7.46万元每人。城镇居民拥有是农村常住居民拥有的7.4倍，但是农村宅地和住宅禁止交易，市场价格为0，只是生活资料，不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资产和财富。周庭勇教授说啊，农民那个房子它都不算资产，是生活资料。现在有很多专家教授都是建议政府的盘活农村的资产、宅基地、集体用地或者集体承包土地。在农村的宅基地和集体承包地能够正常市场化流转之前，你回农村盖房子，那纯粹是一种消费，因为你花了50万盖的房子或者80万盖的房子，它都不能算资产，因为它不能流通，所以只能是单纯的消费。当然了，如果说政府以后农村的宅基地、集体用地可以流转，可以进入市场交易，那么你回农村盖房，那就是投资加消费。你投了80万，也可能会涨，当然也有可能会跌。这个周庭勇教授说啊，土地计划体制对2023年经济增长潜能的影响。他说，用渐进转轨经济第二个基本模型如其他有关数理关系计算，就2023年数据看，全国可交易土地总资产740万亿，因土地禁止和不能交易，损失24357亿元国民收入。其中除掉不可交易建设用地部分，可交易建设用地53000万亩左右，引资价格按照60万元每亩，价值为318万亿元。如果放开市场，交易率为5%，千分之5啊，可获得15900亿元资产溢值。农村林地、园地、草地和耕地共计845692万亩，引资价格为5万元每亩，价值423万亿元。如果放开市场，交易率为3%，可获得8457亿元的资产财富溢值潜能。他说，可惜这些财富增值因实物如货币不能替代而不能获得，就是不能交易啊。周庭勇教授说，现在看来看去，最大流
流动性，还能够市场化主动吸收货币的，只有被禁止或者不能够市场化交易的城郊农村和一部分城市土地，而且土地要素的实物交易会增加企业和居民的收入，并且盘活土地要素与劳动、资本和技术等要素结合，1、2、3产业融合，要素双向流动，提高居民收入，可增强其消费能力。但这一切都卡在土地的计划和行政管理体制上，因此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快从计划配置、行政管理土地的思维，转向积极提倡和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放开盘活和为经济刺激和发展助力。关键的改革是比照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农村集体所有和使用土地部分可以所有制不变，长期租赁使用权交易，期限为50到100年，并尽快推进入市。农民宅地和承包农业林业用地也可集体所有不变，50到100年内可长期出租使用权，进行产权登记，允许市场交易，可以既会使流动性有处可处也会因居民收入提高而提升消费。实际上把农村的很多宅基地、集体用地市场化，给它赋予一定的价值，你要推入市场，它就有价值。它有了价值，实际上就是整个社会的信用扩大了，你又有新的土地出来了。这新的土地押给银行，银行又给你钱，银行的水又放出来了。你看现在银行有几百万亿的各个金融机构之间空转，为什么空转？就是没有对应的资产可以下去，可以把它放出去，它不能空放。这个社会上能抵押的都抵押完了，还有一些能抵押的人不抵押，对吧？比如你有套房，你不愿意押出去借钱做生意，但是很多做生意的人把自己能押的东西都押出去了，已经没有了。怎么样增信用？实际上推出这些土地、农村的宅基地、集体用地入市，抵押物又出来了。抵押物一出来，银行的钱就能流出来。现在国家看着这么多钱在银行、金融机构里面空转，每年钞票还印，货币投放还在逐年增加，咱们整个的发行的货币是已经超过300万亿，好像已经是美西方的2倍。那至少说明我们的钱没有人家钱流动，你印了那么多钱，钱在哪儿？总之，周天勇教授在他的文章里面谈到了中国经济总需求不足的深层原因，既有计划生育带来的滞后效应，又有这种高积累低消费的这种惯性使然，还有国际大环境就是贸易保护，这也是原因之一。那体制改革动能衰减，改革的红利没有了，现在立竿见影的抓手就是农村的土地改革，但是现在这个也是止步不前呐。但是我把话说回来，中国经济总需求不足的深层原因，我觉得周天勇教授总结的这些肯定是，但我认为他忽略了一点，甚至是最关键的一点，中国经济总需求不足的深层原因还是分配不均。现在两极分化越来越明显，有钱人越来越有钱，他买3000万、5000万的豪宅都全款付，而且日光。有钱人越来越有钱，20万一平的房子买它就跟买菜一样，没钱的买个50万的房子都要七大姑八大姨借，6个钱包掏空，造成这种局面不就是两极分化加剧？那这个就跟分配有极大的关系。穷人有需求，但是他没钱；有钱他也不敢花，因为他有很多顾忌，他未来的社会保障、医疗、养老都没有安全感，都靠积蓄来提供安全感。而那个有钱人，他的需求已经满足了，你不能让他买3架飞机，私人飞机他已经买了，你让他再买一架，你让他消费什么的？而不消费的人越来越有钱，想消费的人越来越没钱，那你说需求不足，不就顺理成章了吗？所谓的投资，如果你把它想明白一点，不就是一种新的分配机制吗？对吧？地方政府先搞一个宏大的工程，这个工程要10个亿、20个亿、100个亿，总之最后是化债解决。那这100个亿的工程给谁？政府很清楚，这个工程一定会发包给央企、国企，他自己就成立了很多国企，国企去接政府的这个工程，扒一道皮，先扣20%，然后再把它分包出去。那分包的下面可能也有国企，也有民企，再分包，再往下包，包到谁头上？下面就是婆罗门，各种牛鬼蛇神有背景的都能从中分一块肉，分一个小工程，每个工程它都有钱。你看看地方的国企到普通的国企到民营企业到那些婆罗门各种工程队各种拿项目的，这不就是一种新的利益分配吗？就是100亿的工程放下去，最后落实到工程上面恐怕只有40亿或者50亿，那剩下的50亿60亿
不都大家分掉了吗？这个不就是一种分配机制吗？那牛马韭菜他参与不到这种分配机制，所以他就没钱，他只能靠一天8小时出卖自己，甚至连一天8小时出卖自己的机会都没有。你说他怎么分钱？他就人家在那发钱，他凑不到前面去；人家在那施粥，他都挤不到跟前去。婆罗门吃饱喝足，各种权贵通过投资光明正大的拿走了很多钱，他也不用干活，这不就是分配机制吗？这是我个人认为。从老师的角度来说，那我们创造的财富大部分都放在大头那儿，大头放在政府那儿，但我们手上只是一小部分，那你怎么消费？当然，周天勇教授也说了啊，这叫高积累低消费。高积累就是我们创造的财富的大头交到政府那儿，这不叫高积累吗？低消费吗？所以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分配上出了问题。如果你这些不解决，你一味的去发债去化债，那只会加剧贫富分化，那会导致上海的高端楼盘越卖越贵，导致3、4线城市的房子还是卖不掉，韭菜都不买，没钱，政府怎么刺激消费也刺激不起来，大家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大家都在玩命的存钱。既然你不给我安全感，那我给自己找安全感，能给我提供安全感的就是存款。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